动吃，来做事。2只手沾水，然后放在这个上面，要靠你的手指稳定度。我就发饭了，眼睛看到花花的。好，继续来用点力哦，用点力，这样有没有感觉？好。哦，很棒很棒。那是手工的，摸广东话。还不错啊，现在这样子造型也很好。老师不要再安慰我了。那我们还是可以说一下，练习一下。哇，已经出来了耶！超棒的，超棒的。好哦，那就差不多喽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是到时候进行烧制之后，就来彩绘。好。好。其实咱东南地咯，咱凉沙平常时没嘛时间。都要顾小孩，没有办法，小孩太可爱了。周边的时间已经送来咱都的手工的卡片了。对，该东西已经送来。那时候就喜欢去成品看那个什么手作卡片。看完就跟着做啊。哦，按有心嘛。结果那手都按倒卡片，你也很菜呢。你有留着吗？有啊。放哪？不用萝卜啊，在妈妈那边。被清掉了吧？没啦。留本伊洗好看，按妈妈吼。哎呦。该东西做按好，都有心吼。因为为了交女朋友的心理种的啊。做得冇哩？做唔得。怎么讲？这是我们的秘密。将新三款爱版用版。哦，冻酱哎。冻酱哈，冻酱。很有艺术天分哦。啊，徐梦怡总是。老婆的也很美耶，哇，你们真的都好有天分哦。谢谢老师，我练习赞美。很棒很棒。其实咧，爱啲哦，你只空间还有动嘅展览品啊，有动到手工嘅作品哦。我有做陶艺教学，然后还有一些展品的展售。该好神奇，你看在天空。哦，这个很特别哦，这是真的面包哦。我们假日的时候，6日都会有假日面包。自家做？对，是有师傅在做的。对。在许个美餐豆啦，韩白你爱了在个大小土条过来聊。好分呀。係，稍後應該要同意去哪一家會所？哪位？也係愛教到大家嘅地方，係當熟落嘅現狀嘅環境。好。好，我的地盤。OK。今日動腦嘢啦，因為一邊吼，團嘢咧行繞繞，一邊係愛對從社開始係大嘅會所啦。喺樹中度要當到愛親戚朋友喺一邊。愛啲啊！你聽錯啲，因為嘅阿豬啊，吼阿妹阿 Q 啦，全部都咧。阿 Q yes。該今日潮來賣到菜，拿到東西轉去學。哦，做得咯。啊，假使你別再老人講下嘅時間怎麼辦？愛講徐夢怡，安子生，江浩璇，還有忘記了，唔記得。幾多錢？你有聽過？幾多錢？幾多錢？幾多錢？要幾多錢？要幾多錢？到咧啊！到咧！
地表最强的女人阿妹。啊，哎，今天生日好冇哩？啊，蒙年啊，蒙年啦，啊，错，动浪动浪，动浪啦哈，动浪啊，哎，看看咱，哎，那条东西转一些啦。好啊。哎，你动出名的菜买买。排骨啦。排骨啦，排骨做得啦，排骨做得。哎。哇。可以，我来看看，看要吃什么？这个是鸡肉，那是鸡肉，糖醋鸡肉，对，排骨在这边，猪肉在这里，猪肉是这个，鸡肉，外面那个猪肉，怎么卖？150。哎，你比我还熟呢。当然呢，这个我还分，我会分。其中一个就会这个就好，对。好，试试看没有就。80。包你啊，包你啊。来，小姐来。谢谢。徐梦云。难得看到你儿子，你看。哎，真的，东南的，你夹一些，我帮你切。啊，可以，真的。哎，好吗？平常不出手的。没，其实切了会这样的啊。你看，我小时候比较常出来啦，但以前那个念书的时候，还要差不多那个6、7点先帮忙哎，对啊，帮忙才上课，因为以前爸爸在上班，辛苦了，真的哦，对，现在就啊，我还切，对，你放心吗？放心啦，你切，好，这样多少钱？这个20， 150就好。Hello。那继续还看一下什么？有没吃的东西嘞？你要切薄的一片片这样哈。可你切什么我都知道。那还好。哎呦，不错哦，刀工不错哦。可以啦，走的。我小时候从剁鸭掌啊、切豆干啊开始练习，后来到剁鸡就停了。我觉得都盖了很困难的。对，但是如果要大人剁了，小孩子剁太可怕了。我现在还是小孩啊。2个爸的小孩啊。4个。啊，洗家嘞。现在带小孩来吃。现在是什么？那个助理吗？还是？对，助理。小助理啊。对，助理。小助理了，好。也要带小孩来学习。看阿婆有多辛苦，哎，自个传，没错，谢谢。哇，切就好了。我们自己吃的是这样看，我切应该自个切的，是常客呢。对，好吗？他说他都是为你们不能休息，不是？他说他想到你们，他就不敢，他不会不随便休息的。没事不可以乱休息，哎，对。有事就可以。应该是没什么事。来，快。好了，休聊了哈，应该大专业，还有还读解了，做了板地，谁会学啊？俺没会学，啊，这真的很不容易，蛮贵啊。其实看你这样做真的很辛苦，对，你会不会觉得大家都接班了，你没有人接班？听到没有？什么东西？他说叫你媳妇来接班了。叫我媳妇来接班。就是你啦，912啦。好。他们就这样讲话，你看，叫你来接班了。这么看好我？买菜。还带了菜袋，买菜。好啊，那先来看一下啊。哎，Thank you 呢。帅哥来喽，美女来喽。今日賣到東西啊，因為講嘢就翠鸞蒸蛋，海陸翠鸞，賣做呢一台。海鮮蒸蛋。對，海鮮。所以要賣到個海蝦米啦，蛤蜊都好的。對。
活跳跳的哦。活跳跳的。舅妈，这是已经吐完的吗？吐完沙了。吐完了。沙。哎呀，现成的呢，哇，太好了。啊。那不然平常要怎么吐沙？就是盐巴加清水。用盐嘛，绕对，一点盐巴水就可以。哎，我记住。最少要吐2个钟头比较干净。哎，小舅。现在蛋。多少？小舅是国手级的，很会跑步。保送体专没去，来这边卖菜。好，再见。看他 YouTube 东西有卖的。哎，还要煮咖喱啊，还有风水飘。还买？马铃酥哦。有1000块就好。啊？大舅。哎，你好。大舅，辛苦了。今天推什么？今天推什么？没有了，什么都卖了。对，阿公哦，给了很多钱啊，很多亿。哎，有10亿跟回忆，很好笑，把你们逗得嘻嘻笑，搞笑。再来一张500，我喜欢跟他买。再一张，真的。好，谢谢。你是来听他会讲笑话给你听的。哎，我们还要买一点菜。我们买菜，我们买点东西。来这边买菜哦。好，会比较便宜吗？可以。打到骨折，打到骨折的。好了，你不是要做咖喱？好，你的啊。我们要来买风彩挑。今天的好，慢慢就拿那个，好了。那这钩子就是形状漂亮啊。这我们小时候一起长大的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用骗人。红萝卜。什么是新的红萝卜？就是它一季一季挖啊，它是新的那一季。对。所以它连它地头都还绿。不是。哎，你是真的会呢。卖几年的。不是，因为他已经接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家没有人接班，这样他已经接班。你是真的会卖呢，姐是会买。对，所以那你这样够吗？你有拿吗？应该一条就够了吧。你知道我们以前是小时候这么小的时候就在市场工作。好，真的。对啊，卖菜，对，他是有头发卖到没头发。喂，这很好，不错。这现在价钱怎么卖？不会，一颗才25块。25块，哦，那其实自己煮比较划算的哈。对。外面买那个我们做咖喱都很贵。对呀。自己做。当然了。几卡走了。而且是比较干净，比较卫生，自己煮的。你们平常都要几点就要起来做这个？我12点准时起床。几点睡觉？凌晨12点就先起来。8点半。8点半。晚上8点半睡觉。这才睡3个半小时哎。中午有睡啊。哦。中午有睡觉啊。这是你养生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傍晚一天做3次睡觉。3次哪3次？中午吃饱，睡到1点半至2点。回到家里，把一些事情做完，5点睡到8点，8点半起来，8点起来吃饭吃饱，8点半睡觉。市场人生的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大舅很厉害，所以他们动厂蛮好。他还在很认真做的时候，我妈那阿姨家都不敢退休，对不对？你是一个指标，很硬朗，还可以扛菜呢。 75岁而已。哦，75岁。我们咚咚哒哒，咚咚哒哒哒哒，厉害，真的有慧根呢。等一下付学费吗？不是，不用，等一下先填儿子4个报给动吃动吃，快做事。好了，现在卖6干一个。盖妞。嗨，哥，喂，要什么？对啊，这我跟你讲，这个也是富2代。我是不知道啦，不知道。不然因为他接班了啦，接班的。现在2阿姨呢？阿姨退休了，换我了。今天我们要买那个什么猫骨头盖皮啊，盖皮有啊，这边就没有那个骨头的，它已经去骨，它只剩节而已。对。没有猫要煮咖喱的啦。可以。可是要怎么样把这个变成像这样？机器吗？我们手工，对，专业的。哦，是啊。这你会用吗？我会用啊。
真的假的？我有啊。你可以示范一次吗？我看一下，我没有见过你这一面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哎呦。我以为用机器抽哎。没有手。莫下面子哦。不会。哦，所以这是人工的。对。哎，你接班会不会很辛苦？说一定会有辛苦的时候啊，工作都有辛苦啊。啊。因为其实接班做自己家庭也蛮好，做自己的家里事业哦，比较多自己的时间啦。哎，还可以带小孩什么的，对啊，出去玩自己安排时间。对啊，没错。你早上要几点来？来4点。4点。4点。4点半就回来。那中午就休息嘛，动久也是对，1点就休息了。哦，完成。哇，这样就结束了。结束了，不错。今天是来考试的，来，是专业，要需要专业。平常去摸款业就走在，不能丢脸啊，不能丢脸啊，这个专业。好了，那我们包好了吗？有，在那边。啊，因为我们还要去下一站。好，没问题，去买东西。感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啊，慢走，拜拜。好，我忘了。买大包小包，我们现在还要缺什么？还有都差不多嘛。哎，叔叔，来买东西啊，买东西。啊。要买。你在烧什么？蛋啊。其实因为那边动音哦，爱看爱ถ่嘅。嗯。从小看我长大的这种。对啊，你看大舅妈也生意也没很好。大舅妈，舅妹，舅妈，你的生意用暗号啊，买强强啊，他们就是有钱一族啊。刚才阿 Q 又广告，对，他说他是给富婆包养，哦，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富婆就在这边啊，回家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的会有钱的都是他。邻居，他们跟我说那个阿秀凤的儿子。哎，跳，爱秀凤哎。阿舅妹强硬，来，买。他们没有。他们没有什么？那我要不要？你天天都要。我弄的鸡脚给你吃。真好，哇！只有你妈妈跟我。啊，你们好。小时候这优良的品种，这优良。新萌，乖的小姐。谢谢，新萌英雄。我很久没有煮了，人家送我土鸡啊，我今天就煮一锅，小孩子。很香啊。那爆软进去啊，新萌呀，哦，盖比。你中午就把它吃。拿嘞。宝贝，你喝这个汤。好。好，那个。我们乡下人就是客家人，就是有这样的精神，可以吗？按好令，好，行。你就中午就用加热都这样吃哈。拿嘞，你来竹北，你要叫他吃得开。他都刷脸的啊。没有。人脸辨识，这个是他的地盘啊。对。如果你们来的话，可能阿姨可能就下班了。因为你按。中午都这样吃。有，你看台报时。读书非常乖。从小看到大的小孩。好了，谢谢了。阿姨新梦啊。谢谢。大白見過按到白啊！我同佢落嚟群哦。印地呢一片新加坡係幾個本身嘅歷史麼咧？唔啲唔啲啊！其實呢一片就係跳白啊，新主人就俾了解提起呢一片上點幾條，係客家詞咯。因為係台灣地加客家文化保存嚟提起。呢邊看到東多嘅蘿蔔嘅梅土，還有保存嘅東灣轉嘅建築，仲跳過咧，呢個講咧煲湯啊，煲湯從大家嘅食材面前改片搞做得了，哦，保存得動好啊。看它那個門啊、窗啊，對，但它其實還是一個農田生態教育園區。
它除了平常会种不一样的东西，还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玩呢。系啊，像你经验吼，新加坡喺渠道咧发展，未有都冇强用，因为有减而家英文老温从嘅因素落来。像上摆嗌到艾克勒美有老天府北港把进团啊，有材料嘅表演。啱啲。刚才那个书店面前嘅柜台片嘅，喺草片吼，柜台片嘅草片表演，喺气氛未当好。所以嘅啱未渠道吼。土小女那边係當好，你看咧那邊嘅會所，唔但強有客家文化嘅氛圍，還有咧係有英文藝術感嘅部分，咁是當好其實係挑戰啊，有嗌一個好朋友，才有好朋友揾到小萬，呢個品牌就係 Mr. One 卡烘。哦，什麼是卡烘？等下喊吃的，我同意，係，安尼咯。衝啊衝啊衝，路路亂亂衝啊來衝，衝啊衝啊衝，衝到心跳變來變快。發揚，衝啊衝，全釋放，對山崗跳到天光，對山崗跳到天光，對山崗跳到天光。當好，係，來出會所咧嚇，係小萬，啱啱講啊，你小萬係當有多嘅音樂人哦，為什麼呢？怎麼這麼說？用辦公啊，用辦公，冇人音樂啊，因為你看頭先係高級座椅啊，我本期自家紹介一下，因為佢係刺桐嘅品牌木香谷，夫人有聽過嗎？有，我有聽過，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要念卡烘，因為它是西班牙文。哦。它如果英文是念卡就沒錯，但是它 JO 如果是西班牙文，它是烘的發音。原來是西班牙文。對。卡烘的原文什麼意思？知道嗎？就是木香谷。不是。抽屜。哦，抽屜呀。所以我抽屜拉出來，它叫做卡烘。所以它是從抽屜這樣拉出來之後，反過來這樣打。然後以前要有一個空間，說哇，怎麼有鼓的感覺？然後就從抽屜衍生出來，然後再把它封一個口，然後留一個洞，它就會是一個共鳴箱。全部係自家做？全部自家做嘅。剛剛我打那個是非洲鼓還是？你剛剛打的是爵士鼓的音色，我幫你調成非洲鼓的音色。你看，像現在這樣是爵士鼓的音色，我裡面轉個，好，你打打看，像變非洲鼓。哦，砰，很神奇。你一起打款，你去打款啊？你可以坐着打來。對，你有變魔術啊？要 kiss 哎，有沒有？對，然後裡面有個旋鈕 ，King 哥你可以轉轉看，往右邊手伸進去轉轉看。這個畫面好看嗎？我起來。你起來。有沒有看到？其實你也有一箱啊。那個不是。這個轉一下，對，你都這樣騙人家的，不是，跟着，像這一款，你現在抱着這一款，就是我們2025年蛇年最新款的，有沒有感覺很像蛇皮的感覺？哦。那我們等下來打將，好不好 ？OK。我們今天要學一個節奏，叫做靈魂節奏，動次打次，我們先念一遍，動次打次，動次打次，好，動就是剛剛手伸下去。搭就是上面，次就是輕輕的，很輕，所以叫動次搭次，動次搭次，動次搭次。大鼓2下，咚咚，哒哒，小鼓2下，大鼓2下，咚咚，小鼓4下，哒哒哒哒，這樣，咚咚哒哒，咚咚哒哒哒哒。哦，咚咚哒。好，3個動詞搭子，1、2、
3、2，过门，咚咚哒哒，咚咚哒哒哒哒，厉害，真的有慧根呢。等一下付学费吗？不是，不用，等下先填儿子4个报名表，好不好？谁会喵全部瞎？全部瞎，填法师6庆歌里头的哈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嘛。 OK。 Life so beautiful， 讲 ，Life so beautiful， 山沟榴莲洋芋发用青葱派，毛手里东龙线，讲 ，Life so beautiful， 讲 ，Life so beautiful， 讲，该钞票，天天都情感送，慢慢都卡哦。 酱。你说你玩过一个好玩的游戏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讲，你要称赞一个人的优点，还是要讲2个缺点？他们也是我说，那妈妈的缺点，阿妹的缺点，阿妹嘛干。好好说。就说妈妈脾气不好，然后阿妹问你跟谁比？跟爸爸比。跟谁说的？ 动次快做事。因为抓到的雪菜球做在做回流水卵。那为什么要做脆卵？你冇人懂好，因为我还唔会炒菜啦。 所以我不过对啊卵的相关的料理，应该是咱们会做。真的？从哪里知道？对，我阿妹训我。唔对的是问佢啊，怎么这么有信心？因为佢动会做啊。哦，真的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还没看过你做过哎。做给谁吃？唔是做过，今日体育班。体育班是吗？体育班。那对自己很有信心的哦。哎，做对啦，因为哈之前其实我没动厉害啦，我没动厉害，那一面做哈。好哦。你痛一下。那你水要开吗？有开。我没动厉害，嘛该唔对的是问佢，唔过佢啊吼。 才给一台嘅人呢，全部係用經驗法則啦。經驗法則。用經驗嚟做菜。從嘢嘛嘅是冇唔曉得知唔知嘅冇全過冇嘛嘅，誒你撒一把嘅鹽啊，撒一把嘅。我知道，我有看過媽在煮那個什麼啊叫什麼大鍋菜，不是大鍋菜，叫白菜滷。好。勺子挖個2勺。 你看啊，佢鹽巴抓一把。因為怪人叫佢講，按用馬沙會好唔好啊？誰學都會。其實講，在該只水台，你氣到順風嘅，你是會款是會低，用慢做。我是感覺冇可能嘅。
所以麻每次都放不一样量吗？我没有注意啊。应该是款模啊，所以看该好底下去受年冻好。哎，其实差不多的，那样做的。哇，油油亮亮。有这么夸张吗？有啊。好。因为我应该差不多就用片刀把豆。对。所以你要先切越地。那讲到麻的料理，你最喜欢吃哪一道？哎，给我下陷阱哦。是麻豆去做冻好学啦。因为该许冲图吼，当然是会做暗豆菜。暗豆菜。系啊。你知道我们家小乐最喜欢吃哪一道菜吗？哪个？最喜欢吃阿婆的哪一道菜？客家小炒。哦，你弟呢？客家炒肉啊。我弟啊。据说你上次为了写麻的那首歌，你还去问过麻？该要去创作比赛啦。开始可以学做音乐，做奖金猎人去开始去参加比赛嘛。比赛都因为亲密到该到客家演出啊。所以，我是想讲，我是家的环境都又做菜嘛，我客家炒肉是大家又熟络的话题。结果我是在落秋风度啊，看去用慢做。我每第一摆看到去，哎呦，我客家炒肉的看起来是动简单，不过其实溜高腔吼动复杂。其实差不多了，全部落去吗？我该溜点。先放这边就好。好了，乱了打开。好哟，碎。3加亂啊。 3顆。又走尬不水，就冇強了啊。有架勢。對啊。OK。好來。稍後咧，叫一下。Yes。叫。先叫。上次我们家阿君看到我在煮饭，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吗？他打蛋，一开始打蛋会怎么样？这样子，然后敲一下，破掉。对啊。然后后来敲第2顆就是这样，又没了。你学得很像。你怎么这么会模仿？你怎么会这么会模仿？好嘞，叫好嘞。再来。叫好嘞，再讲。加水。常讲是你自家的秘方哈，爆小米水哦。那个。因为它会甜甜的。又让冇让？你看。我帮你拿来。那会甜的。可以吗？台南。你也台南音，这样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那个不好的？你这样可以接受吗？你可以接受吗？它会香香的啦。它是自然的甜味。可以，没关系，掉下来就掉下来，但不要掉到我的手上就好了。好，OK。然后加水。水。好。莫拿了啉去了哦，又一杯。有没有这么口渴？好来，3加亂2杯水嘛哈。1杯。再來。其實可能我哋要用了2個，之前阿妹做菜嘅時，佢哋培訓就有經驗。不過佢咪雖然講條件要講啊。還有叫嗎？叫嗎？我咪除咗做料理嘅時間，讓你打嘴鼓嘅。好。好咯，先鋪料。然後再下。爆小米嘛，那就。還要鋪平哦。好，還有。OK。做對了哈。好。海涵呢？唔是全部不用下的。應該不用。來。不用蓋皮哈。雞肉。蓋皮肉。蓋皮。好，再來。OK 呢。好，把它壓下去。好。
可能会成功哦。不用下油咯，用个薄度咯，全部打开来。打开。按加水吗？加了。哎，那样子到了。你看有一家比咩？用筷的系吗？你自家讲啊。对，要放一根筷子，留个小洞洞。这样蒸出来的蛋才会漂亮。马上告你呢。Google。切下去喽。好啊。神圣的开关啊。好了，你的脆卵做完了，接下来换我喽。万一，我今天要来做的是咖喱鸡。有没有想做两套料理？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上手、方便、快速又营养又健康的东西。东西它你爱掉来不哈？哦，对了，也是因为现在小孩都是男丁，所以米食非常的重要，所以只要煮一锅。他们就可以消掉一锅饭。对，没错。因为没算的是懒人料理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应该是继那个泡面之后的第2个懒人料理。不容易失败。成功率高。要来卖菜了。成功率高。那我功能是什么？见习是，知道吗？你今天已经做了一道，下次就会做另外一道。好来。你小孩喜欢吃红萝卜吗？我小孩没，你小孩不就我小孩吗？风吹掉啊！我人谁会好选哪种哎？海鲜怎么办？他们会吃啊！我上次我煮了咖喱饭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要吃马铃薯，但我可以吃红萝卜。”对。打破我的印象。对，没错。假时候该我谁要挑食来吧，就全部掉了。对，其实我们家小孩非常的简单处理，他们喜欢吃一大锅，举凡像是咖喱，或者是锅烧意面，或者是水饺。玉米浓汤、炒饭、汤饺，对，做的，切完了。里面讲也是个这天的哈。讲到谁哦？我们家这不可以那个，一定要来称赞一下我们家的。Oh no 呀。Oh no， 我们家可爱的玛莎。老幺。对。阿俊啊。对，阿俊这次呢，其实他平常都喜欢跟我在旁边。跟着我嘛，然后有一次我在包水饺，他说：“妈妈，我可以包吗？你知道他包了什么东西吗？飞碟水饺，就是2片那个水饺皮包起来，然后飞碟水饺。对。然后他最近很棒的是他炒饭。对，他虽然对了，就是帮他备好，但他可以就是站着那边跟着一起做。对啊。你会告啦，你会告谁？不会啦，可爱。对，乖的时候很可爱。对。你好幸福哎！平常时甲食材又出去表演啊，比较工作的时间，还好在愿意，也敢因1打4。对啦，没关系，那是因为你不在，我1打4，但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就会变成 Super Daddy 啊 ，Super Daddy。好啦，水滚呢吗？水滚呢，可以。我先下马铃薯。不是马铃薯，我是你们风水挑。对，我怎么看夹着那个念母猪怎么办呢？不然没事。我觉得你说的都对，可以。母猪发发嘞。风水挑啦。应该全挺甜的，挺甜。那讲到上次我们家小孩有你说你玩过一个好玩的游戏。马个游。好来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讲。你要称赞一个人的优点，还是要讲2个缺点？你说我们泡汤的时候。对，你说我们家阿君讲什么？我爱先讲伊的哈。好。台底少讲应该优点哈，优点好，全部讲做菜好吃。对。妈妈，所以跟谁比？
跟谁比？爸爸吧。不是。是吗？不是。不然他讲什么？跟学校营养午餐比。哦，对，学校营养比午餐比但个人口味不一样，有的人说好吃，有人说不好吃啊。我也刚才对，他们也是我说，那妈妈的缺点，阿妹的缺点是嘛个？其中又一改，好好说。就说妈妈脾气不好，然后爱美萌跟谁比啊？这个时候你要认了。他说：“พี่公，跟爸爸比。”谁说的？我忘记了。我也忘记。好，晚安。好。那换我了。阿俊公安勇办。阿俊啊，阿俊真的很爱你。真的。他真的很爱你。爸爸长得帅，又会唱歌。他是很诚恳的啊。他是很运动训练的。阿乐说讲，那阿乐爸爸有什么有嘛个优点啊，或者係缺點？優點係講好嘅，會講亮點啊，唔好嘅就講缺點是吼。結果佢上我一直問佢講，個上好嘅學家係也係個唔好嘅學家。佢就佢咪係講嘅唔好啊，我講唔好嘅。結果阿娟佢講，爸爸優點這麼多，你怎麼想不到？放雞肉咯。好。所以該時嘅時候啊，本該就不下動腦念。不是。可能啲就煮東西冇看到時候，因為怪怪。哦，調一嘞。最後放入我們的咖喱塊精華。你要吃濃一點，你就放多一點；你要吃稀一點，你就撥少塊一點。那我們就蓋起來，讓它滾一下，等一下再攪拌它。其實我們認識也這麼久了，你說22年嘛，有時候會有抱怨，或者是對 always 在心裡。但我覺得這麼久來，我還是覺得很感謝有你，愛你啊！動次，快做事。放一點上去哈。輕放。有不溜嗎？好像有成功哎。再放一片。可以再放一片。好，落去。先落去来。翠鸾。对，22年第4。你先啊。我先啊。你先啊。我觉得它的卖相看起来比我想象中的好。有接动。有吗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我觉得还不错，是真的。换你吃啊。我觉得很好。你怎么样？这真的还不错啊。香香的。走的呢，我走的。对。因为因又加开爆米中的水啦。爆米水。对。菌又好选。让我选。好。成功100分。这么高分。有了，这个算有诚意了。可以回家煮给小孩吃。按冬年咯，应该可以煮几道，就会脆软。咖喱鸡，我常煮啊。比营养午餐吃。对，慢慢讲，也不是，这是个人。对，个人口味啦。个人口味，来，要捧。哇，这个看起来就像是外面卖的，
肉摆盘呢，也 OK 啊，它没有想象中的脆。都有，还有那个，红萝卜的味。今天过了这么充实的一天呢，其实我们认识也这么久了，你说22年嘛，那我觉得从认识到交往到后来结婚到生小孩，我觉得这一路都是不一样的过程呐。对，但也是因为组了家庭之后一起生活，才会知道，其实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，然后有一些不好的、不一样的习惯，慢慢要去接受跟包容。对，有时候会有抱怨，或者是对 always 在心里。对，但我觉得这么久来，我还是觉得很感谢有你。哇，我没有，你我有。你有。觉得真的对啦，很感谢有你，不管是生活上面的支持，或者是平常真的是，我觉得是从我们一开始相处就像朋友一样，所以跟你相处，我觉得很自然、很轻松。你讲的话也很好笑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谢谢你，不要哭。其实也没容易，因为在2010年代一路向歌唱是由你做伴虽然我始终在工作上无法去唱，不过对播下来我未懂。咱咪全自家嘅主題嘅心理來顧好照顧好自家嘅顧客啦，嗬，咪希望嘅包容，還有好得容易啦，跳過唔是上過，因為應該會有細佬有結婚，那用嚟做，還會顧到家庭嘅，實在冇上過，咪感謝主啦，咪希望佢本來有一個安有彩帶嘅福音當幸福，所以我咪取到老年嘅生活，你強下生活係當幸福，當快樂，我就結束啦，做神隊友，咪許夢英許夢英，愛呀。该是错，俩当么动动，因为拜他们，买水该买粥，该含有各种各样的程度。以前都有点鲁迅当出名，有人按到三姑该含水该跳架，根本老爱买马街哦。掠着好事么？好事啦，好事么？好事么？好事么？你尽量买爱算一撇几条。含水阿伯中庸农有钱两盘，你看东西东都看我是马街。太主公谁人冲？小草头地来，点心全部老爱买，不是出来。温顺官跳副官，白空拥有中一番，你看东西东都看我是马街。本于石头东偏东，合算东就为谁？买枪的。